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资料显示，台湾成年人每2人都有一个上大箍，也无想要辛苦运动，佮想要赶紧瘦落来，减肥下就变做选择，也减肥下是袂甲欠费。不过医生就建议 BMI 超过30才来用，因为只要是药啊，都有副作用。也即个减肥下一个用久，一个用长，期嘛可能会来流失。 体育署伫最近发布调查，台湾大股的比率伫过去10年增加5.3%。国健署上新的资料显示，台湾成年人每2个人就1个人伤过重或者是大箍，无想要辛苦运动减肥，拢想要用快速的方式，所以这种散散减就袂甲欠费。 当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快速。我有听说过，可是他们说那一支针也是要自己打，也要有勇气去打它。个人需求啊，他觉得 OK 就 OK 啊。台湾肥胖医学会讲，散散减是一种长臂素，主要作用是抑制大脑中枢想要食物件的欲望。食这种药了，会较袂想要食物件。严格医生建议，散散减适用的对象，除了糖尿病患者，除非是 BMI 大过27以上合并糖尿病，或者是 BMI 大过30以上才建议使用，因为只要是药就有副作用。 若是大人要使用，一定要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监测身体组成，才袂体重降落肌肉也流失，也就是肌少症。讲是身体虚、骹手无力，甚至影响行路。肥胖它跟上百种的一些疾病是有相关性，乳癌啊、卵巢癌、大肠癌这些都会跟我们的一些脂肪过度聚集所导致的一些癌症会有相关的风险。再来就是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相关的因子，比方说像糖尿病、高血压。 台湾肥胖医学会讲，最近散散减伫咧国内有滥用的情形，有人对日本买回来，也有人伫中国淘宝网买。食药署讲，用代购或者是伫咧国外买，因为来源不明，有可能会买到假药啊。也强调，散散减是处方药啊，袂使伫咧网络、社群平台或者是其他非正规的通路买，若无上悬会当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